嘿哟，大家好，我是台南的阿优。我即马伫这个所在呢，就是台南的爱国妇人会馆边啊，先来边啊食饼实在是太热。今日呢，咱要来看爱国妇人会馆。这个建筑物呢，伊是伫1920年的时阵就起好啊，所以到即马已经是有100年的历史，是一间古迹啊哦。因为吼，伊是传统的日本式的建筑，所以呢，内底有一个空间叫做 Kokonomo， 汉字写做高经久间。啊，这个所在，伊今年开始有全新的任务哦。大家拢知影，咱台南有一只上称的猫啊，对无？就是巷仔猫。这呢，即马就是巷仔猫引导，啊嘛是一间全新的品牌选物店。大家吼，定定拢会来问我讲，像讲伫台南佚佗啊，想要买一寡纪念品，啊要去倒位买，吼，啊佫无想要买迄种重复性很高、较无聊的物件。我甲你讲，我头一摆来这间店的时阵，就已经买甲手软啊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来试看卖。伊的店名叫做 Les 阿索比。阿索比呢，日语的意思内底呢，就是佚佗的意思嘛。啊，伫台语的语境内底，大家敢知影什么意思？就是游刃有余、留有余裕、有弹性的意思。好，这个店名吼，就是希望大家来台南佚佗的阵啊，会当互家己悄悄的留有余裕，啊，有一点仔时间会当来踅街。直接来到会馆内底呢，咱的倒手边是咧买盘手的所在，正手边呢就是咱今日要去踅 Les 阿索比，行。你行入来啊，就会感觉这规个空间做气质的，做舒适的，对无？规个设计啊，嘛是甲咱台南的城市意象有关系。像中央遮吼，才有一个意义的所在，这是台南的圆环，啊，过来就是边啊，这是大街，后边呢阁有小巷。这区呢是 Les 阿索比的家己的品牌的出的物件。你若来台南佚佗啊，酸家唔甘走，无衫通换，才嘛有咧卖咱品牌的衫吼。这有 T 恤啊，哦，这古水的牌啊，哦，这吼，伊做一个真特别的设计，是巷仔猫的头，你有发现？有讲有，这组有气质的呢，这种是席制净水器，你这当做搅拌棒啊。我进前来的时阵啊，是有一摆想到阮朋友生日，结果我袂记得买礼物，伫遮小好买。你看这笑，有够古水的啦，不管有动物。那有迄种鱼膏啊，你嘛足古锥的。啊，这间选物店吼，足特别的所在是伊足侪品牌，因的品牌名拢有写台文呢。我看到就足欢喜的，像这间叫做动物皮优惠，全部的物件拢是用皮做的。你看，伊连牛嘛做甲做幼罗，这还有鼻环呢。做253号4图50637 88 99 90 91 92。我感觉这只蛇嘛做甲足好的，你看，看伊的边啊，哇！小古锥的，哇，爽死！这是咱台湾茶头做的香粉哦，真正足爽，我你看卖，有芳着啊，对吧？真正足芳的，这是台湾萧南、台湾龙柏粉，哇，完全无共味。这真足芳的啊！拜托你一定爱来家己品看卖好无？甲茶头做成原木粉，啊，你回去就会当甲点木倒，啊，你厝啉着有这种茶头的味，是不是足幸福的对无？这我想要买呢，又过来啊！茶头做的烟饼，这顶管，你看，这是烟饼呢，哇，有人这是敢袂伤水？用这烟饼写甲安尼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搞，真正搞，你好。通常若看到试用品，我就是来试用看卖，皮看卖啊。哦，等下，这味无闻过呢。这种食物闻起来凉凉的，啊，毋过毋是迄种薄荷的凉的。葛郁金，我等下来查看卖是生什么盐。看若是你厝啉透早起来，啊，有这杯啊，吼，泡一杯咖啡，高级，真正高级。这个品牌。顶管有写好啉，这嘛是写台文，或者是台文活动体验区。啥人用这区呢？其实是因为这间店嘛是咱本土语言优先的环境哦，所以呢，咱来这看卖，这是跟台南有关系台语的俗语。这个工配拢是咧为咱台南的一寡古迹，一寡足水的所在。抽看卖，今日抽到什么？介意来抽签啊！鱼玉袂歹呢，终极，而且有甲你讲今日吼，鱼玉是啥物？你若来遮，毋知要买啥，啊无你就用
抽口啊就好啊。看天公伯啊叫你买啥，你就买啥安尼，绝对袂出问题。这就是巷仔鸟引导，巷仔鸟，巷仔鸟，这嘛有一只伊的好朋友夜市啊，菜市啊。你若想要买因的物件来，边仔这嘛有哦，这嘛出够水。你看，伊后壁连伊卡只片嘛有做出来。我发现遮有一寡菜市仔甲夜市仔的冷知识，豆仔知识吼。第一，你敢知影菜市仔头壳顶这丛是啥物？竟然是番薯叶啦！蚵仔顶悬的 Y 就是叶，叶就是Y。Y 就是叶，阮台南人吼咧做代志吼，真正是做认真的。你看人练这粉圆黏地，啊伊这刺绣嘛，做甲安尼做幼路的，真正做水的。我你看，无共材质的，像这个真好摸，摸起来软软，拍棒球版的巷仔鸟，处理的。高手巷仔鸟，豆手巷仔鸟，接球的巷仔鸟，白灵圳的巷仔鸟，敢看到？这是为着5日节迄个时阵设计，拢总敢若有300只，经秒杀袂了啊！这是巷仔鸟跳卵去古迹散步的活动，咱若是去6个古迹，去找到巷仔鸟的大纸，全部拢搭满了，你就有机会会当换抽奖卡来抽巷仔鸟的周边。若是喜巷仔鸟的朋友，一定爱记得去摕哦。有消费满899块，伊就会送你这个笑。安尼咱即摆来试看卖对面迄间卖伴手的店，行。遮的伴手啊，甲别位真正无共款哦。就算讲是可乐果好啊，你敢有看过妈祖版本的？我决定要买一包乖乖，我上喜欢食乖乖。红胸化型玩乐的糖啊！歹势，这是你失手了。这是亚妈祖的套服，妈祖赐福。他拄仔讲的拍棒球的巷仔鸟，遮有大只的，遮更有货，会当来买。这个送人嘛会使呢，后壁也是行，头前足够水的。这一包拢40块。对。好。这一个地图包就是卖你70，哦。其他东西都是附送给你的。哦。所以这个是很划算 ，CP 值很高啦。了解了解。但是它的折价券到12月底。大家若是想要去安平佚佗，这份是卖70块，套套安平的散步地图包，内底呢就有会当折价，像讲有这安平古堡啊、树屋啊、一在金城，遮会当门票会当拍折。针对这3个古迹是直接免费门哦，3选1，其他的门票阁有优待，阁有会当去啉咖啡、买物件、食冰，拢有优待。真正足会合的呢。通常拢是外地来买还是？外地的话就会很划算，因为它也是要买门票，它门票70，这个也是70，对，它就直接抵掉了。哦，本县市的人他们都是为了这个透卡，但是他吃东西或买东西，他还是有折扣啊。原来是安尼，台南的市民走来拢是为着这张卡。巷仔鸟骑脚踏车的香港的卡，足够水的。刷落来呢，你若是唔知要去倒佚佗，来，我甲你讲，我安平人，安平超爽的，好无？拜托你一定爱去。这安平套套的，伊内底就是有做些安平的所在的优待嘛。这张是安平的手画的地图，无咱来抽一张优待券，看抽到倒位，咱就去倒位佚佗，佮耍一个所在，安尼好无？若抽到饭店的优待券，就是爱去大饭店嘛哦。台南的大圆皇冠假日酒店，佮有乐雅轩酒店，佮有安平流饭店，遮侪饭店有做合作。咱即摆来现抽，看后一站要去倒位，拜托卖大饭店，卖大饭店，卖大饭店。这张安平古堡食冰 ，Let's go！ 我去啊！算命的写讲苦命的人免钱，我甘愿6钱嘛无想要互当做苦命的人。平古堡高啊！你若是有买头仔迄安平套套啊，内底就有会当古迹3选1，就免门票。你若是台南人像我就是摕身份证嘛免门票。你好，咱要来用这张券来食冰古堡小铺。你好，这。我目前是在洗机器，没有双麒麟。不好意思。QQ 竟然已经无冰通食。不要紧，我阁有一张安平古堡的，是纪念品部，会当拍95折。楼梯一爬起来，遮就有一个伊啊，咱遮六兰遮商行，就是遮是纪念品部。顺便找恁去，遮有一寡较侪安平意象的物件，阁有剑狮、玻璃机，足够水，起笑。安
平古堡的红茶。这头先离爱国火林馆无看到，这是医神保生大帝的益生菌果冻，我要食这个。紧来紧去，也是讲到这个乌鱼子香菇水，这是一个名牌。这个物件我就想讲买来送屏东的朋友，感谢大家支持。老话，我的 Q 口啊，抽出来的人吼，我就送你一个这，寄互你。好，啊，我有这，嘿，多谢。耶！任务顺利完成，买到要送大家礼物啊！台南的古迹内底的纪念品店，有做些物件通洗，大家当来佚佗，顺便买一寡伴手，等去送朋友。啊，你若有介意我的影片，请你甲我称赞，分享你的朋友看，啊，搁有订我的频道，台南名甲你讲台语。安尼，咱后周再会，拜拜。